随着永续生活理念渐入人心，社会大众对着环境优先、甲健康生活概念嘛愈来愈重视。为好招更侪民众加入健康家己、友善地球的理念目标，妙法城市甲新营公所合作办理的第一届得着不做健康照活动，由回乡文创规划执行，首届举办就吸引真侪社区民众热情参与。市长王伟哲、民政局长江林煌、新营区长陈宏田、议员沈家凤、蔡友辉也拢到场，陪民众健康起行。跟着佛祖健康走 ，Go Go Go！ 今天我们跟着佛祖健康走，一定要走出健康，快快乐乐，好不好？好。因为等一下7点10分就要开始了，所以说赶快打热身一下哈，能够快快乐乐的有一个很好的周末。市长祝福活动圆满，也感谢我们圆通师，感谢传会师各位师傅大家办这么好的活动。妙法城市主持圆通法师表示，这次是新营妙法城市首次办理健走活动，得到大众热烈支持，予伊非常的感谢。今仔是咱妙法禅师新营妙法禅师第一遍来办这个健走的这个活动，得到安尼大家安尼热烈的支持，非常的感谢。人讲佛祖讲，咱咧修行是要伫咱这个咱的行住坐卧当中去来修行所以讲咱今仔健走唔那是咧健康的走也是一种修行。咱有法度为这个健走，咱行出咱的健康，行出咱的智慧甲慈悲，行出咱的，互咱这个世界，互咱这个国家拢会使和平。健走活动特别请到艺人亮泽担任陪走大赛，宣传健康运动的美好。不少婆婆妈妈看到艺人出现，拢惊喜万分，抢着要合影，成为活动中另外一个焦点。第一届得着不走健康走，路线规划新营绿川廊道，让参与者伫暗然环境中亲身体验运动的自在甲美好，并进一步认识在地自然景观，同时推广素食理念，传达自然饮食。守护健康，爱护地球的价值，希望带动民众养成健康习惯，支持环境永续。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